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8月初10。约笔记22章21节安尼讲：你着认捌上帝，就要得到平安，福气也要临到伫你。三甲来祈祷，赐阮智慧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你是阮一生要认捌的主，你是平安福气源头。耶和华，认捌你名的人要倚靠你，因为你无弃杀超找你的人。主啊，愿知你是赐平安的主，你也是赐阮福气甲活命的上帝。你对阮应允，就是认捌上帝你的，要有生命真正的平安。认捌你哪像哪济个，也要予阮因为安尼来得到属天真正的福气。主啊，愿你帮助阮，予阮以后搁较济认捌你，予阮会通搁较听你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咱生命的每一天会通搁较认捌咱的主，主就要将伊的平安福气赏赐伫咱甲咱的家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